几个月前，我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我又被迫搬家了。郁闷之后，我开始了我的疯狂计划。没错，我要用我仅仅的一丢丢积蓄买房。于是我拉来了我弟弟，讨论了各种方案。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兩人住，活到1000歲，有一半新醉，有你在身邊多樂趣。